泰國嘅那空沙王府有一座相對比較低嘅耶殼山，佢叫做 Khao卡拉山。山頂有7頭蛇守護嘅金色大佛，而下面有無邊際嘅甘蔗田，同埋泰國最大嘅淡水湖。而自從1997年開始，呢一個地方就變咗泰國嘅51區外星人訊息同埋佛教冥想嘅神聖地方。而當時係1997年嘅12月初，退休軍事長謝德退休之後，佢每一日都會喺屋企入邊冥想。而有一日，當佢做緊冥想嗰陣，忽然間收到一啲外來嘅訊息，而呢一啲訊息根據佢所講係嚟自冥王星嘅。而嗰刻佢非常之興奮，所以就同屋企人講。當刻佢嘅屋企人只係當佢喺度講笑，亦都冇理佢。而佢嘅細女華莎娜就同佢講，不如你叫佢哋現身證明一下啦。隔咗一日之後，奇蹟就發生。當時坐喺客廳嘅華莎娜哥哥同埋姐夫突然之間被一啲無形嘅力量拉起咗，雙手同埋雙腳自己喺度旋轉，轉下轉下，轉咗出去屋外邊足足4-5分鐘。而之後根據佢姐夫嘅描述，佢就話，我覺得雙手同埋隻腳必須要轉。當時佢完全係控制唔到，但係亦都唔覺得暈，感覺仲好平靜。之後佢嘅家族就開始見到銀色嘅飛碟響甘蔗田上邊懸空停咗喺度，直徑大概有10至15米，發出一啲五顏六色嘅燈光，而且仲見到相對人細粒啲嘅銀色人形生物。佢走咗出嚟，行咗幾步，突然間霧化咗，完全消失。而響1998年，當時仲做緊護士嘅華莎娜，突然間佢亦都可以接收到能量波。而根據佢嘅形容，就好似電話切換咗另一個線路一樣，感覺就好似有一種能量推動佢去接收呢種電波。而當佢得到呢一種能力之後，佢就連自己份工都辭埋，全心全意咁同佢爹哋一齊繼續接收所有嘅外星訊息。而謝德喺2000年過身之前，亦都將成套冥想嘅方法教晒俾佢哋2個女。而根據佢哋所講，喺嗰度出現嘅外星人主要係分2種，當中冥王星人係一股能量，但係佢哋都可以實體化，而佢哋主要係較靈性嘅。而另一種叫做 Local， 佢哋喺銀河系入邊嘅，而佢哋係實體同埋高科技結合一齊嘅生物。而根據佢哋所講，考卡拉山其實係維度嘅入口，所以佢哋選擇呢度同地球人溝通。而根據華莎娜所講，佢接收嘅信息非常之豐富，而全部信息係透過響山頂佛像面前坐低做深層冥想，而且用心靈感應直接響腦海面前出現影像。而根據華莎娜所講，冥王星嘅領袖親口同佢講，話佢自己已經生活咗1萬年，而佢其實係用念力穿透維度，而呢啲先至係先進嘅物理學，而且佢用念力去旅行。冥王星人佢哋都高度肯定佛教，原因係佢哋覺得佛陀係人類最偉大嘅智者。佢從未叫過人類特別注意外星人或者試圖同佢哋溝通，但係就教佢哋擁抱宇宙法則。至於人類，佢好坦白咁講，人類就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一啲都唔聰明，不斷做啲武器出嚟互相殘殺破壞環境，而最擔心嘅就係核戰、氣候災難同埋搞一啲突變嘅病毒去毀滅地球，甚至乎佢哋所做嘅嘢會波及宇宙或者其他嘅地方。而喺考卡拉山嘅外星人曾經亦都承諾過，話佢哋唔會入侵或者傷害任何嘅人類，反而會喺災難之前、之中或者之後出現。佢哋會照顧被選中嘅5000人同幸存者，提供庇護、科技同埋文明嘅幫助。而外星人核心嘅教導
係佛教同埋宇宙法則嘅深度融合。佢透過冥想提升意識，深刻理解業力、輪迴，放下貪嗔癡，面對未來要保持放鬆自在嘅心態，唔好過度恐懼，做好日常生活嘅責任同埋修行。個人信息強調要正面和平，目的係幫助人類提升靈性層次。而喺考卡拉山呢個地方，當地人話一生人至少一定會見過一次 UFO。有人話見過一個銀色嘅圓盤喺空中度低飛，甚至乎凌空停咗喺度。亦都有人見過呢個圓盤極速飛走，亦都有人話見過外星人喺田入邊行，但係好快就消失咗。亦都有人講響夜晚會見到一啲唔知邊度嚟嘅光，甚至乎一啲發光嘅光球體。而根據華沙拿所講，其實外星人有部分嘅信息係預言嚟嘅，而呢啲預言包括地球即將會面臨第3次世界大戰同埋核戰，亦都會有大型嘅自然災害，包括火環帶多座火山同時爆發而形成巨型嘅海嘯、強烈嘅地震，亦都令到氣候完全崩毀同埋突變嘅疾病。而呢啲原因將會導致全球有一半人死亡。而由於考卡拉山越嚟越出名，亦都開始有人跟隨華沙拿學冥想，而佢哋冥想嘅方式會選擇夜晚或者清晨嘅時間上到去山頂，面向天空或者山上邊嘅佛像，盤膝而坐，深呼吸放鬆，專注喺呼吸，清除自己雜念，然之後開始請求聯絡冥王星或者 Lugo 嘅外星人，而且要保持心境平靜，慢慢接收能量、聲音或者影像。而當你響考卡拉山上面嘅時候，只要你望翻落去，你就會好清楚咁見到有一個好大嘅湖，而呢個湖叫做貝恩博拉佩特湖，佢係泰國最大嘅淡水湖。而佢哋亦都相信呢一個湖係外星人另一個主要嘅出入口，亦都有人認為呢一個湖係俾外星人嘅交通工具用嚟叉電嘅地方。而近年有好多人去到考卡拉山入邊冥想打卡，或者當佢講起呢個地方嘅時候，就會不斷見到117或者係1117呢一組嘅數字。而呢一啲數字其實係被定義為同外星人發出確認信號或者維度將會開啟嘅提示。而再簡單啲講，其實就係你同外星人之間有冇緣分嘅密碼。而喺2019年，經過 CNN 同埋 Vice 呢一啲外國嘅媒體大篇幅報導之後，令到考卡拉山當時喺外國爆紅。亦都因為呢個原因，有好多西方遊客去到嗰度打卡，而當時嘅政府就用呢個森林保護法去到嗰度清場。但係冥想係可以繼續嘅。去到2024年1月嘅13日，喺考卡拉山嘅山腳舉行咗一場叫做 Belief Fest 嘅 UFO 音樂節，當時吸引咗大概1000人入去參加。但係喺音樂節舉行之前嘅1月12日夜晚，當地有好多嘅工作人員同一時間見到考卡拉山上邊出現咗一隻雪茄形發光嘅 UFO， 但係佢用好快速度就飛走咗。而時至今日，華沙拿依然帶住佢嘅團隊持續咁接收唔同嘅信息。而我亦曾經去過呢個地方，亦都認識咗華沙拿。假如你哋想聽我響考卡拉呢個地方嘅所見所聞，見過啲乜嘢古靈精怪嘅事，講一講我眼中入邊嘅考卡拉山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你可以話俾我聽。而一點我想講俾大家聽，今集節目入邊所講嘅117同埋1117喺我身上真係發生過。而因為呢個數目字，冇幾耐我就去咗考卡拉山，所以希望大家亦都留意下呢兩組嘅數目字，因為可能第3個成功上到考卡拉山嘅香港人就係你。
มาแล้ว มาแล้ว เมื่อกี้อยู่ไหน มาแล้วครับ เดี๋ยวจะต้องมา มาต้อนรับเลยครับ เขากะลาครับอืม ถ่ายวิดีโอ อันนี้ชัดมากเลย ยังไม่ถึง ถ่ายวิดีโอดิ 1 ทุ่มประมาณ 6 โมงแล้วก็ ถ่ายต้นไม้ที่จะได้เห็น เคลื่อนตัว เรียกพี่เขาดาวเห็นเลยเนี่ย ตอนนี้ ถ่าย กำ ข้า ลั ง ง ต้น เคลื่ ไม้ อน เนี่ ตั ยว ผ่าน เฮ้ยถ้าต้น บนพระ กำลังเข้าดาวกำลังเข้าดาว ใช่ แล้วไฟจ้ามากๆเลยอะสว่างมากๆเลยอะ นี่ฮะ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บดาวนะ 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บดาว สว่างมากใช่ ชัดมาก อันเนี้ยชัดมากเลยล เป็นไรทุกพี่ ำไม่ใช่โดนแล้วครับ แล้วใกล้โลกเลยนะ